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圖書中阿忠哥，歡迎大家來到客家名路學院。今本嘅課程2升7哦，有當到有啲嘅運動嘅人可能會當好啲節嘅啲新嘅節目，啲新嘅課程就係乜嘅馬拉松。你下先考大家嘅問題係考難要來吼。台灣四大馬拉松係哪四大？大家有知嘛？然後大家講就係台北馬拉松。灣金沙馬拉松，啲個新北嘅北海岸，韓國田中馬拉松，韓國一個係高雄嘅富邦馬拉松，就兩四大馬拉松，唔知大家有去走過冇？雖然我冇去走過，唔過誒係講大擺嘅馬拉松嘅比賽嘅下，我都當好看，因為看嗰啲人吼，叫我叫冇到前面一隻時間都唔知馬上會打頭名嘅下吼，真係當出嘅吼。唔過咧，參加馬拉松唔係因為就做的，係講平常時冇啲嘅運動，也係講平常時當走1-2公里天天。好點點誒，如果你要去參加全場馬拉松，你講要走42.195公里安長嘅人，可能人身體會拄唔掉哦，會橫紋肌溶解症，可能甚至較危險，可能就會挫傷，甚至就會過身去。故做咧準備馬拉松、準備運動嘅下咩當中嘢吼，基本會分咗3隻段落，用基金幫大家知道講，到底咧係準備馬拉松嘅下，也係講你可以運動嘅下，去準備那條東西，用板琴來去比賽，韓國咧用板琴用合法來表達你想來做運動，想來問問題，想來本人建議，基本咧聽聽阿忠哥向下來去走馬拉松了。好，進入今日嘅正式嘅課程咧，第一個部分就要老太講今日嘅第一個機器，很多就反映講什麼就不好誒，好，乜個就唔好誒，那要怎樣都不好呢？如果要500塊，那就不好了吧？係忙緊要買東西嘅嚇，你想講喂下便宜啲，唔過下貴嘅就唔好嘅，我就冇上愛嘅咩嚇，強辣辣嘅想去參加比賽，落雨天就唔好誒，因為沒有雨中備案，係冇準備冇其他嘅方案，兩種嘅方案，兩種嘅方式用合法來講，到底係用乜嘢形容咧？比如講，你係牽巴人家唔好係新泡泡嘅，一下就想去表定去做乜嘅事情，提醒佢我下注意到嘅，也係講你係講你係一種大賽的語氣假設語氣，如果發生這件事情，那就不是我們預料當中的，就唔係你想愛嘅東西嘅下，就用兩種乜嘅就唔好咧，兩種機器向下來看一下，來向下來了。